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台南成功大厦昨中昼收到一张恐吓电子批，要求讲袂当搁再报送国有器官相关的影片，佮呛声讲已经伫校园放炸弹。国民党主席陈立文早起去南京中山陵祭拜国父孙中山，感谢伊创立亚洲头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台中市国小棒球队教练涉性侵案，受害学生50多人，议员立委是批评台中市政府严重失灵失职。来看台南成功大厦校务处昨中昼收到一张恐吓电子批，要求学生团体袂当搁再播送国有器官议题相关的影片，佮呛声讲已经伫校园放好炸弹了。现代校方是随启动校安通报，这件恐吓批是来自境外，警方嘛伫侦办。目前伫校园内底是无发现危险的物件，会搁来加强巡查。学生提出手机拍开电子批，讲学校军会室晚2点传来这张批，写着学校收到不明人士恐吓批。这站就发生伫台南成功大学，校务处是初7中昼收到电子批，内容讲甲真清楚，要求学生组织伫5月初7停止播送国有器官的影片。揭批人放声伫校内放炸药啊！若无取消这个播送的活动，到时会好倒起来。这款恐吓的言论随伫网络传开，引起讨论。遇到放假，所以可能大家不在学校的话，可能对这件事情也不会太担心。如果我在台北，我可能就会比较担心。对，台南好像，所以也是加减会一些紧张，还是会有这种状况这样。对，内文字有写说他是最后调查是境外的 IP 位置，所以也不确定到底是，基本上比较。就是很明显是假讯息了。虽然这是境外寄的批，不过校方唔敢大意，第一时间启动校安通报，嘛联络警方，伊嘛派人针对影片要播送的地点、国际会议厅做检查，加在无发现任何危险的物件。针对外界怀疑成大这2天放假，敢是参受到恐吓威胁有关系。校方批回这2天拄好是校际活动期间才停课，不过校也就假批提醒，全校师生爱提高警觉。派遣员警携带器材，会同校方校安人员实施校园安全检查。尚未发现危险物品，那他们也会邀请一些评论家来评论，所以其实学校对这个事情我们还是非常的谨慎。好，那但是学生组织来播放这一个基本上我们尊重学生组织他们的这个想法。事实上，这款针对播送国有器官影片威胁，并不是头一届。学生组织1年办2届活动，校方讲到今尚无捌发生6至7届恐吓。校方回应尊重学生因的自主决定权。在影片播送的前后，学校校安中心参警方会加强巡逻，维护校园安全。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国民党主席陈立文昨出发去中国访问，今仔早起去南京中山陵祭拜国父孙中山，嘛受到现场民众的欢迎哦。陈立文在演说时有几个后题，伊讲国父孙中山推翻满清，创立亚洲头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伊望讲，唔但为两岸的中国人，嘛为所有人类来建和平的政治。立法院民进党团早起嘛开记者会，呼吁讲，那接受九二共识等于是接受一国两制，所以呼吁那样就爱遵守咱国家主权的底线。加油！国民党加油！穿贵属显假比色的西装套装，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一现身，马上就受到现场民众热烈的欢迎，大声甲喊加油，伊嘛一手甲人致意，搁比爱心的手势。陈立文率团访问中国，初八日透早第一个行程，就到南京中山陵来祭拜。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向国父孙中山献花祭拜了后，陈立文发表谈话的时阵是讲干后甜一甜，讲到孙中山过身的时阵，台湾拄好去互日本殖民的这段历史。陈立文情绪真激动，嘛讲到孙中山一生真爱自然，那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重视生态保育，希望所有的人把和平的经济掂落去。孙中山先生死后，之所以跃居国际舞台，跻身世界伟人之列。是因为他不止推翻满清，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希望我们今天不止为两岸的中国人，也为所有的人类种下和平的种子。 2300万人觉得最忧心的一个地方是
他指出啊，不走9·2共识啊，台海就会动荡，好可怕啊！错把统一的进程把它当成是一个和平的一个选项啊。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批评接受9·2共识定位是接受一国两制，呼吁国民党唔好错误把统一的进程当作是和平的选项。第二本估计会见江苏省委书记了后，要坐高铁自南京登去上海，下晡会参观海滨港工业区，暗时会会见上海市委书记去黄浦港游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共最近伫东海、黄海附近画设5个空气保留区，为期40天。咱国安局长蔡明干今仔是指出讲，这个时间是伫全社会举办的进程，认为中共的目的是要试探美方哦。另外，针对中共的军机军舰侵扰，蔡明干嘛表示讲，会来建立跨部会通报的机制，卖甲国际来交流相关的经验。中共新冠印太国际局势紧张，自3月28到5月初9，伫中国东部沿海，包括东海甲黄海，为5个空气保留区，时间40天，引起大家注意。国安局长蔡明干讲，中共是要伫全社会进行对军事加政治层面试探美国的反应。在画设之后，在4月6号，美国也有相关的侦察机进入到空域保留区去进行活动。因为空域保留区一直画设到5月6号，几乎就是在川习会的前1周。那所以这一部分可能在政治上也是在试探美国在川习会之前在印太地区相关空域活动的状况。国安局的报告讲，共军对台采取复合式的威胁。今年第一季共击了台超过420台次，到目前伫台海执行过11遍的联合侦备警巡。另外，中共海警船也常态性侵了咱外离岛的水域。根据统计，到今年3月底，中国的海警船侵了金门水域12遍。这段期间，调工关闭 AIS 船只的自动辨识系统，要安怎反制中国保守地带侵扰？蔡明干讲，已经建立跨部会通报机制，也加国际交流。国际社会对于中共这种海上灰大的袭扰跟施压也是非常的关注，所以这也变成是我们跟国际社会在交换这种 MDA 啦，我们叫海域感知相关经验的一个主要的重点的议题。反制中共军事扩张，印太地区国家提悬戒备。蔡明干讲，美国用美日同盟做核心，深化美日加安全合作，第一岛链正慢慢形成美明的区域防卫体系。一若台湾的角色正关键，就要向国际展现防卫意志。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强化台湾海底缆线的论述，所谓发展部昨是公布台湾海缆损害分析报告，指出讲最近4档，平均一档是发生7、8件的海缆线互破坏，主要拢是互船顶搞着去受到损害。司法部长林义健今仔日立法院嘛表示讲，会来鼓励电信业者新设海底电缆线会当带入侵，佮加上铁架来防护，嘛甲海巡署等单位合作来加强监控。国安局上新的报告警示，中国可能当利用鬼船队破坏咱的海底电缆。司法部初7公布头一份台湾海缆损坏分析报告，显示台湾周边已经布建15条国际海缆以及10条国内海缆，全数纳入美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数码呈现出近海人为的侵扰、航海天灾威胁的特征。司法部长林义健初8到立法院质询。立委关心4年来台湾近海平均每当发生700摆的海缆障碍事件，是不是减算掉？3年跟114年哦，国内的海缆断线都是4次，但事实上你光台马这算起来就已经15次了。到底是这个落差是为什么？我想这个落差主要是在于说24海里之内还是24海里之外。因为近环海缆遭受了人为侵扰的比例真高，其中船艇交派的比例达到3%。林义健强调，会鼓励电信业者新设海缆，新的海缆会带更较深，加上铁架的防护，而且加强监控。政府虽然已经修正了海缆七法，但实际上啊，我们还是面临很大的一个实务的困境，必须跟那个海巡署这边合作哈，就是说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要收集各种证据哈，事后如何鉴识不小心割断的，还是说是人为破坏的。因为海缆七法已经修正上路，政府针对中国渔船毁坏台马2号的海缆案，拢有落实的救济。林义健强调，会和海巡署等单位合作，若是故意破坏，会没收犯罪工具，加强惩罚。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即马临港智慧是发展了真紧，会当安怎来保护咱台湾的 AI 主权呢？国科会主委吴新文今仔日立法院嘛强调讲，望讲会当变科技预算来协助咱国内媒体，甲资料数位化，提供予台湾主权 AI 训练医疗库来做训练哦，产出本土的素材，提供予各行业来使用。新形式 AI 侵入咱的生活，毋过大型的机械模型的训练是爱靠大型的资料。立委陈培如讲，根据数据显示，训练资料将近50%是英语，若中文虽然占5%，却是简体中文占大多数。伊就问 ChatGPT 讲吴新文是谁，得到的是这内容。他跟我说他是数发部部长，那我问他会打棒球吗？他说很抱歉，目前公开资料中，吴成文并没有以棒球选手或是长期参与棒球活动闻名的记录。在 AI 时代，台湾面对主权 AI 的挑战，国科会主委行政院政委吴新文讲，目前由数发部主导的台湾主权 AI 训练资料库，国科会推动泰德模式，用有台湾主体性的文本来做训练的素材，包括政府也有民间多元领域的资料，希望未来变预算，协助媒体将已经公开的资讯资料数位化。他们还是拥有他的这个著作权，但是要捐给我们主权 AI 的这个资料库哈，能够做这个我们主权 AI 的模型的这个训练。吴新文讲，目前南科已经起一个算力中心，第一阶段建伫5.1条瓦，那第二阶段就要看预算通过的情形。不过国民党立委嘉如君问到，美国起算力工厂的单位是偌济 ？Gigawatt 对嘛 ？Gigawatt 是 megawatt 几倍？这个我大一的那个计算机概论对嘛？所以我们要，所以可以回答嘛？是几倍？讲那个没有意义啊！台湾不可能做这么大的啊！多几倍嘛？这个科学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能回答吗？1024倍。吴新文讲，美国的市场这么大，国科会起的是为着学术研究，不过嘛是会吸引民间的投资。若真正外媒讲，台湾若面对着欠水，也有能源供应的压力，恐惊会冲击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运作。吴新文伫咧会前受访的时阵就讲，水的部分未来2个月应该拢算是也够稳定，甲5月进前能源的供应嘛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是百姓选罢法，针对18岁公民权虽然条约拢有共识，内政部原则上嘛尊重。也毋过委员会今仔是针对要安怎来通过修宪的高门槛有真侪讨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百姓选罢法修正草案，重点放伫18岁公民权相关法制进度。内政部表示，调降选举投票的内容，对提悬少年世代参与公共事务有帮助，会当落实世代正义。目前部分条约跨党派拢有提出草案，立委苏卡辉讲，这是走向完整公民权的最后一里路。全社会应该都同意，我们的选举年龄其实应该要下修了。那不管是哪一种程序要被启动，不管是从公听会要启动，或者是甚至再启动一次修宪的程序，我想其实大家都应该要有共识才对。不过苏卡辉嘛点出修宪的标准相关的困境。内政部长刘世芳接受质询的时表示，把选举权年龄下修到18岁，符合国际趋势的提案，原则上伊表示尊重。立法院的各个党团是不是就是否研议修宪的程序是怎么样的研议法？好，或者是说要怎么样进行完备的相关法制，包括修我们的选罢法，我们都完全尊重。除了定数正义，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嘛对时代变迁的角度提出观察，伊认为即卖国民教育程度甲数十年前制定宪法的时早就无同，若搁用旧的制度去限制青年的选举权是无适合的。如果时隔60、70年，我们还抱住这个宪法里面规定的20岁才能够去选举，我觉得滑天下之大稽。虽然条约立委对落实18岁公民权拢有真悬的共识，不过要安怎下过修宪的标准，也是委员会讨论的核心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间国小棒球队的教练涉性侵害学生，佮卡来手来佮翕性影像，互检方起诉，嘛查出讲有53个受害者。也毋过台中市的教育局长张定义回说讲，只有43个学生受害。有议员就批评市政府若无掌握受害者的人数，教育局嘛拢无人落台负责，这是要安怎对得起被害者，佮有对家长来交代咧？孩子安全不能等。
卢秀燕负责。民代也扛棒大声抗议，要求台中市政府负责。台中市某一个国小棒球队教练，2014年10月防检机对学生囡仔性侵、猥亵、搁翕影像，犯案的时间达到6天。台中市教育局长张武民初7在议会备询的时，讲受害学生总共有43人。民代批评，甲检方调查起诉的数字对袂起来，到今阁无教育局官员下台负责。局长号称说他有签自行处分，但是处分卢秀燕没有签，真正是无要无紧哦。别人的囡仔他不在意，但是他把自己包装得很好。台中地检署伫去年7月头摆起诉，认定这名教练涉犯强制猥亵、强制性交等90项罪名，总共有32名未满14岁少年受害。同年11月又搁查出另外10名学生囡仔受害。今年4月第3摆搁追加11名受害者，总共53人。日本教育基金会表示，教育局一直无扩大调查，官方掌握的数据拢出现侦查，这明显是制度有问题。校园的权势性侵、校园的性侵案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显然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台中市政府长期没有面对，那这应该要负起责任的。受害学生家长表示，目前当在甲学校讲赔偿，后续会透过法律行动争取权益。学校有出面要谈和解的金额，我不和解就是走上法律，然后由律师来帮我们处理这件事情。第一批、第二批里面的人数就有重复，可能有些人没有掌握到他有重复的部分哈。那第3次的这个起诉这2天，可是处分书还没有到。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受害人数侦查是因为有顶他的情形。希望法院会当对这个教练重判。目前已经针对学校前后任的校长甲教职员做记告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捌参加过咱国内啦啦队红运少女的查某囡仔，去年10月开始正做车手，嘛已经认罪了，讲伊一届大概当赚3-4万块。因为伊答应讲会分期来还被害人19万外的损失，所以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伊嘛望讲会当来争取加罪。伫镜头前跳舞，伫网络顶积极经营社群。一个姓尤的女子伫网络顶不讲有名，不是红运少女啦啦队的其中一位，也参加过准年12强棒球赛啦啦队的应援。因高山涉嫌诈欺犯罪，自去年10月开始做民交车手，涉犯组织犯罪加洗钱等罪嫌。平常喜欢跳舞、拍照，还有做甜点，甚至是 7-11， 期待在球场与你相见哦。伊才21岁，最近被团犯出庭，已经当场认罪。伊承认做车手3遍民交提钱，伫台北市内湖向假投资的被害人提19万8千外块，结果转交予其他的诈欺成员，伊家己也摕到30万的报酬。伊答应讲会分期还予对方，而且已经甲被害人和解。那你是喜欢吃百叶还是喜欢百叶？咱要联络涉案的被告，验过伫新闻播出之前无联络到，因那过来诈骗的手法一直变。除了假投资这个举报，台北市中山区有一位女子，和诈骗集团假作检警改骗，走去银行要清资产证明。这个人有认识？是我同学他不叫这个名字。警方赶来现场，发现诈骗集团模型的相片，拄是教场环境与警校的同学，一直甲口讲，这个女子才知影讲被骗，好讲在无金钱的损失。经警方检视对话后，发现对方盗用远景警校同窗照片，拆穿为假检警诈骗手法，当场劝阻成功。诈骗集团的手法愈来愈侪种，甚至啦啦队的队员拢参加诈骗集团，所以大家要加加注意，唔当互家己的钱互诈骗集团骗去。记者综合报道。要出国旅游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交通部民航局是宣布讲，因应国际民航组织上新的规定，所以今仔开始坐飞轮机，一个人上坐敢来当载2粒锂电池行动电源，违法上坐会罚10万块。今仔早起伫桃园机场就掠到超过10件违规。提出行动电源，替手机充电。出国旅游在外要翕相、找资讯，搁爱找地点。手机若无电是真麻烦，所以强要每一个人拢会载行动电源。是带几颗？我是带2颗啦。对。那你知道心智吗？我不知道。所以你觉得2颗就差不多够用？差不多啦，就因为整天在外面，你怎么用应该也差不多，2颗的电量应该是够用。平常都会带行动电源出门吗？会啊。那出国的话呢？出国基本上一定会至少带1颗啊。对。那知道有心智吗？心智好像就是出国1人只能带2颗。
为着符合国际规范，强化旅客也个航空公司的安全，即马除了已经禁止伫咧飞行机顶悬使用行动电源，民航局公告自4月7日开始，每一位坐飞行机的旅客，上最敢若会当炸2粒锂电池的行动电源，违反的人上当会当罚10万块。自即日起，在各机场开始加强行动电源的检查。经8日清晨开始，桃园机场已查获10余例旅客因携带超量行动电源，需当场抛弃之情形。新制实施的头一天早起，桃园机场已经有超过10件规的案件，航警局再度呼吁，行动电源必须要随身炸上飞行机，一个人敢若会使炸2粒。若行动电源外观的用量标示必须要写甲真清楚看会到，嘛提醒民众咧款行李的时阵，就爱检查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哦，美国总统川普讲，伊朗开放荷姆兹海峡会当换暂停攻击2礼拜，所以美国原油价消息落1成，台股今仔收盘是大起1531点哦，台积电是以1950块收盘。美国甲伊朗宣布讲要停战14天，嘛带动美国大起，亚洲股市哦嘛都会大起。今仔台股一开盘嘛是大起，台积电就起90块，以1950块收盘。台达电哦嘛大起将近9%，鸿海嘛起4.6%。PCB 印刷电路板哦会族群拢起，今仔盘中是有11间上千块的股票哦拢起停板。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最后的警告，伫台湾时间早起8点之前哦，就要开放荷姆兹海峡。伫期限哦要到的前点半钟，伊伫伊家己的平台正式社群铺文讲，表示甲巴基斯坦通话了后，那伊朗同意重新来开放荷姆兹海峡，美国会先停火2礼拜。伊朗的外交部长嘛回应强调讲，伊朗会保证荷姆兹海峡未来2礼拜的通行安全，嘛来利用这段时间，甲美国来进行和平协议，爱算找10号会伫巴基斯坦的首都来谈判。美东时间7暗时，美国对伊朗展开攻击的最后期限进程又搁雄雄解喙。美国总统川普伫个正式社群发文讲，甲巴基斯坦总理哈里夫，还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莫尼尼通话了后，决定伫伊朗同意马上全面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的前提之下，暂停对伊朗的轰炸甲攻击2礼拜。这是双边停火决定。川普表示收到伊朗的10点建议，认为这是会用一个谈判基础，表示甲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甲中东和平协议的方面得到重大的进展，所以决定暂时停战2礼拜，要利用这段时间完成双方的和平协议。美国白宫也伫回应日本媒体 NHK 电话访问的时，表示以色列也同意停火2礼拜。针对川普宣布停战2礼拜，美国民众聚集到华盛顿白宫附近，要求伊落台。I think that doesn't solve a single problem. He needs to be in handcuffs right now, tonight. The world cannot allow this crazy man to continue to be in power. He is a danger to all of us. 2 weeks does nothing. This has to end now, tonight. 巴基斯坦的总理哈里夫伫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伊朗、美国甲盟友拢应同意伫包含黎巴嫩在内的所有地区马上停火，即时生效。佮邀请双方的代表团伫7日到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马巴德，针对和平协议展开协商。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吉伫社群平台 X 发文回应，伫甲伊朗的武装部队协调了后，未来2礼拜以内会互荷姆兹海峡安全通行，并且针对结束战争，会去伊斯兰马巴德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声明，谈判期间暂定2礼拜，不过若经过双方的同意，期限会当延长。虽然美国甲伊朗同意停战的消息传出来，所以造成油价跌落去，美国大起。不过，美国媒体 CNN 报道，波斯湾地区甲以色列有源传出飞弹攻击的事件。以色列已经表示支持美国的停火决定，但是以色列未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动的攻击。公司新闻陈时栋编译。来看已经退休的澳洲的一个阿兵哥罗伯兹史密斯，因为伫阿富汗战争哦得到最高荣誉的勋章，嘛真做是国家英雄。也毋过伫2017年时，伊互指控讲伫过去哦杀死5个阿富汗的百姓，涉战真多，昨嘛已经互澳洲的警方抓起来。那罪名成立无，伊上济是互判无期徒刑。
这是老表子苏秘书初七伫雪梨机场访逮捕了后，警方甲伊带走的画面。即马47岁伊伫澳洲国防军服役共要20年，2015年退伍，其中2006年到2012年，计共5届航派去阿富汗参与战斗任务。伫第5抓任务，苏秘书因为冒险冲向敌人的机关枪阵地，最后佫成功压制。伫2011年得到大英国协军人相关的公营伊多利亚12分钟。不过退伍无偌久，苏秘书就面对媒体小连续报道伊涉嫌盗杀平民的行为，并且受到司法单位的调查。苏秘书虽然提出控告，不过互驳回。It will be alleged the man was a member of the ADF when he was involved in the death of Afghan nationals between 2009 and 2012 in circumstances that constitute war crimes under the Commonwealth Criminal Code. The offence of war crime murder carries a maximum penalty of life imprisonment. 澳洲警方承认本案的调查真困难，因为案发的时间离即卖已经超过10年啊，而且调查人员无法度去案发的地点阿富汗，也就是讲，一般刑案调查爱做的现场勘查、相片、测量，甚至是检验枪支的分析，这是拢无法度做。不过，澳洲的司法单位依然裁定起诉有效，被告爱受审。It will be alleged the victims were not taking part in hostilities at the time of their alleged murder in Afghanistan. It will be alleged the victims were detained, unarmed, and were under the control of ADF members when they were killed. 消息传出来了后，伫澳洲引发争议。前澳洲总理目前担任保守党的党主席艾伯特伫社群平台发文指出，若阵苏秘书真正超过军事任务的界线，是安怎伫颁予伊勋章进前拢无讲过，是安怎伊顶时无出面甲伊阻挡，并且随处理，煞颠倒互本案拖超过10年咧。外电报道指出，有关本案的调查由澳洲的特别调查办公室甲澳洲联邦警察署做伙进行，因处理53件甲阿富汗战争罪有关系案件，其中有10件有关的进行。国际新闻请家人朋友。过来消息，过来看今年白沙屯妈祖进香4月12暗时起假，行8天7暝哦，有45万人报名。今年台北医学大学甲东综合病院嘛合作，要用电动三轮车来代替救护车。望讲哦，若有意外发生，伫上短的时间内，医生得当到位急救。卖甲白沙屯的 GPS 团队合作，手机啊 App 嘛有定位救护的功能，咱做回来了解。今日白沙屯宫田宫妈祖，今日到进香的时，乱桥行卡到的所在总是对真侪信众，加上进香路线一向无固定，需要紧急救护的时嘛真困难。台北医学大学含东综合病院运用科技通讯技术推出行动医疗。2、1，请接幕。唔那行动指挥车也有电动三轮车解决救护车卡奥伫人阵当中行动的问题。医学团队嘛甲白沙屯 GPS 团队合作，在手机 App 内底建立即时定位救护的功能，互医护随会知影患者伫咧倒位。行动指挥中心会去调度最近的机车前去评估，当他一评估认为这是一个重症病人，回报行动指挥中心，行动指挥中心会派遣电动三轮车到现场。电动三轮车上面有两项最重要的资源，第一个是医师或者专科护理师。白沙屯妈祖进香是国家重要的民俗活动，庙方表示，这几年愈来愈侪民众参与进香，嘛真爱掌握民众的健康状况，因也肯定科技甲医学的结合，通协助临时有需要医疗救护的乡镇卡。就是讲信徒无路，阮无路去控制讲信徒迄个，人较多，所以拥挤啦，还是迄个会造成一些意外，什么都是需要同综合跟这些医疗的帮助。这样。今年白沙屯妈祖进香的行程拍算自4月12暗时11点55开始，隆重8天7暝。今年除了白沙屯大马、白沙屯芦珠马，也有山边马拢会做伙，对白沙屯宫田宫出发一路到分店北港才会回銮。记者卢昌祖、郑春友台北报道。因为中东战争哦，全球的原物料拢起价，塑胶袋啊价少嘛起3成到4成。行政院嘛协调中油来增产塑胶粒仔的原料哦。经济部嘛有提出塑胶袋仔的专案，也毋过今仔日立法院就有立委是质疑讲，应该就爱趁这个时阵来推出减用塑胶袋仔才对。环境部长潘启明是强调讲，因会继续来鼓励民众哦，塑胶袋仔会当循环搁再利用。
台湾人的夜市文化是伫是台湾的小食也真多元。第一只好食米的塑胶袋仔使用量就真大，即届受到中东战事影响，造成塑胶落欠货。行政院一定协调中油增加生产一气。经济部也提出塑胶袋仔并购专案，但是拜三伫社团委员会就立委质疑，这款做法已经和环境部减塑的政策相对拍。台湾很容易就一边谈源头减塑，一边又让塑胶上游的原物料呢继续往上加。经济部他说他们会推出塑胶袋的平价专案，让下游的塑胶袋产量增产，每个月会增加约12.5亿个1斤的塑胶袋。看在环境部的眼里，你觉得经济部这样子来反映，你的感受是如何？对此，环境部长裴启明是解说讲，经济部的做法是稳定民生的习惯，在战争时提出必要的措施。不过，环境部是长期推动源头减塑，这两项政策出发点是无同的。基本上，委员如果说市场上我们想买什么东西都没有任何的塑胶袋，那个其实民众的习惯的改变，这个是冲击是很大的，我们也必须理解。但是我们限塑的这个作为减少使用，所以我们是鼓励用二手循环袋。根据统计，在台湾平均每一个人爱用782个塑胶袋仔，是欧盟国家的4倍。环境部强调，减塑政策会一直宣导，目前也推出地商团的循环机制，鼓励民众把处理无爱塑胶袋仔捐出来，也和各大企业合作，提供捐塑胶袋仔的据点，希望趁这波战争，让民众重视循环经济重要性。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去年的11月哦，基隆河发生油的污染，嘛影响到10外万户用水安全。基隆地检署今仔侦查，甲4间公司的负责人甲员工计共28人，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嘛向法院申请扣押姓油的被告3亿元的财产，甲油罐车等设备。基隆的民众哦，伫去年的11月闻到自来水有油味，基隆河冒油的污染哦，台水公司是紧急来停止取水。基隆地检署侦办是发现讲，废弃物清污种成公司下疏失处理工厂，甲油排到基隆河。这间公司哦是无出到许可证，所以嘛互检方起诉。再看高雄的7线1路一间才起好8栋的大楼，1楼的大厅天棚哦透早放落来，加在当时地板的保全是有闪开，敢若受到轻伤。这栋大楼的公共设施进前就因为漏水等等的问题，到今阁还未完成点交。管委会即摆是甲建商拍官司哦，如果发生意外，管委会是呼吁建商应该赶紧出面来处理。规地装潢来倒来，甲柜台底歹去，7点半暝，高雄7线1路这栋大楼1楼的大厅装潢熊放落来，加在保全听到声音先闪开，敢若切伤。凌晨发生的，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透过群组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当下是很错愕。这里修一修，那里修一修，结果这个我们不懂啊。但是伊个青苹果的，你知哦。咱就来装潢电梯电梯遐，透早住户敢若当对地下1楼出入。这栋321户的大楼已经起8年，不过因为公司的部分有漏水等等的状况，一直无完成点交。因那建商也主张保固期5年已经过去，甲管委会无共识，双方因为安尼相告。其实我们在上个月已经有开会通过说，原本预计是应该是今年度就会跟新复发来做调解，然后来签这个就是合约这样子，但是就突然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发生了这个事情。来到大楼其他的公共区域，因为29楼培训区甲防灾中心等等的装潢，甲大厅同款，互住户是真烦恼。希望建商赶紧来评估并且处理。有装潢业者初判，可能是天棚吊的角材无保好势，才会记载袂调。固定的脚材，它必须要加长或是用连接的方式做，然后通常这种方式的话，应该是要做密度要小一点，它的骨架比较有那个支撑力，然后看起来它骨架应该照正常的方式做的话，它可能承载力不足。干部局接到通报，派人来勘查，表示已经通知建商来处理。因为苏当时负责装潢的公司已经倒掉，建商透早也请修理的厂商来会勘，不过交稿进程也未表明会安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中华丰原的王金鱼港附近的水门哦，有民众是看到真侪死鱼仔，佮真臭。民众佮怀疑讲是附近饲猪的业者偷排废水。县政府表示讲哦，会先赶紧来处理这个死鱼仔，来检验水质，佮来厘清原因。
大量的鱼仔就安尼死去，浮伫水面，现场臭烘烘。中华风苑王景渔港附近的水门，拜三透早出现死鱼仔，数量真济，而且味真歹闻。附近民众表示，变下落大雨地出现死鱼仔，互因真无奈。安尼个死无多了，感觉梅雨季节个死的冲突超过这款的10个。下早是来运动发现到的，主要利用落雨的时间啊。给你投放废水，沟渠里面的内水无法排出，上游又利用大雨的时候排放废水，造成鱼群的大量暴毙死亡。民众怀疑可能是水门排水歹，加上附近饲伫业者趁落雨天偷排废水，才会造成鱼仔死亡。官府表示，接到民众通报，随来现场处理，进行水质检验，水温大约是23.7度 ，pH 值是7.52，游泳量1.17，比正常的游泳量每公升5至10毫克较低。目前初步检测的水质，它容氧大概只有1点多。它是属于比较容氧偏低的状况，长杂草有根，所以也比较没有办法发现可能的污染源或者是不是天然因素造成。目前的初步状况是这样子。关府环保局表示，初步调查并无发现污染源，水的游泳量低是鱼仔主要死亡的原因，但是游泳量低原因有真侪种可能，稍后会继续追踪水质的状况。安那附近的民众反映，同款的情形已经发生过几啊届，望政府就要加强稽查，找出鱼仔死亡的原因。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高雄大拿部新春的计划启动哦，伫凤山后乡公园的边仔有规划一区民众的新厝，因为这区过去是粪扫掩埋场，后来转型做公园。本地市政府有编预算要来整理，有议员是建议讲上好把所有的粪扫拢清掉。市长陈其迈嘛要求相关单位要爱斟酌来评估。入口处的铁门锁起来，原地菜地者禁止的告示牌已经害伫咧边仔。这是高雄凤山的凤山公园，面积3.2公顷，以前是粪扫掩埋场。2003年甲转型做公园使用，所以因为土地粪扫分解产生沼气有安全疑虑，就安尼封起来。这么侪年来，拢囥咧拍远，正做治安的死角。因为附近有大拿部清川的预定地，有议员认为市府爱想办法彻底解决这座粪扫山。市府也有评估过。大概要移除那一边呢，大概需要花13亿的这个经费。可是移除了之后，那一块土地呢，可以来做活化，也能够变更成为住商的用地。搬迁活动在那边，后来你看就没了，就荒废了。荒废之后，你就知道嘛，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吸毒之类就跑到上面了。所以那座凤山公园。后来是没有人敢去啊。凤山公园附近除了中仑社区以外，未来有部分的大拿部居民也前来遮。议员认为，市府敢若靠变经费来整理公园环境是治标无治本。里长嘛望会当甲遮的粪扫拢刷走，莫规间规工拢咧片臭味。市长陈其迈也答应，会要求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去评估规划。如果财务可行，那当然也不应该也可能也不止原来的这个垃圾餐的这个范围啦哈，能够利用整治并开发的手段来加速整个垃圾山的移除。英国同款是粪扫掩埋场的南马溪都会公园，其实都是一个成功转型的根本。不只个因为凤山公园位在精华开发地段，地方期待会当彻底整地开发，带动当地整体发展。记者郭家族超用高永昌报道。来看云林县沿海饲蚵仔面积超过3000公顷，最近是会当收录，所以需要真侪卡手。农民就讲若要订请渔工，上无拢爱等1个月，所以经过立委的协调，渔业署嘛表示讲，会以先利用现在渔工，用专案的方式来协助。云林海口饲蚵仔人真济，刷到来要大出，爱开始吐蚵。也毋过海口人口老化的问题，定定会欠卡手。当地养殖业者讲，若是使开放掠鱼仔的海洋渔工，直接转换做掠蚵仔，属地行政厅司就会使减少欠工的问题。科农这边的反应，我们也尽量的去反映给委员，那也让大家各部会去了解，去解决问题。并行会当甲放做同一类别内底，所以就免遐转来转过去吼。咱会当形成的改变，这对渔民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吼。云林蚵仔养殖发展协会表示，云林沿海饲蚵仔超过3000公顷，若透过渔业权聘雇渔工，需要办理登报，等待满1个月才会使开始做事。互原本就已经会使去做事的人，无法度做事，这对着产业冲击真大，会造成大出的时阵无卡手通用。
那修正完以后，渔民朋友最关心的跨业别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的牡蛎养殖工还有我的这个纳入这个海洋渔捞工，它可以一起来做跨业别的一个指派工作。因为把这个海洋养殖的部分纳入我们的这个海洋渔捞，所以它就是会是同一个类别，将来整个移工的调派或是运用上面，其实它都可以大幅缩短我们的时间。渔业署表示，即卖会甲劳动力发展署做伙拍拼，甲掠鱼啊，抑个饲蚵啊，这两类的渔工甲夹做一类，互头家请工会当直接转换，袂阁安尼哩哩叨叨拍算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是黏咪冷、黏咪热，又个定定落雨，所以网虫是愈来愈多。台东县本色文化区附近的农田最近就出现真侪红蜘蛛，农田嘛受损。台东农改场嘛去采样，要来找出危害农作物的害虫。台东农改场研究人员伫这片一分地顶头种的农葵，发现伊的叶啊已经拢白化，甲叶啊变过来看，发现规个拢红斑。研究人员甲叶啊装落去化验看是虾米害虫，初步判断是一种俗称红蜘蛛的伊凡氏叶螨，会使叶啊互食物打死。它会刺激植物，然后植物就会产生叶片就会斑点，白色斑点。那白色斑点的话，叶片整个就不会绿绿的吧？绿绿就失去叶绿素这样子，就没办法光合作用。这种红蜘蛛伫春天天气向寒、向冷的季节上多。这片农葵田的边啊，如果是一片荒地，拢全草啊，无人整理，这种红蜘蛛正适合生存。这嘛拄伊团的季节，数量正多，体型个细只，风一吹了就四过飞。已经飞到本所文化场维修工人休困区，有一寡人已经皮肤过敏，也危害附近农田。这拢啊掉啊，拢啊叶啊，是拢个新掉。先从基本的园区管理做一个整理，那后续县府这边也会再去做监测的部分，跟改良场一起来避免这个虫害的扩散。台东农改场提醒农民，红蜘蛛也惊水，应该伫咧叶后壁喷水防治。要果若是虫害面积伤大，可能就要用适当的杀虫剂，减少农作物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宣布要修正妇女搁再就业的计划。劳动部长洪胜汉是表示讲，为着要提升女性搁再就业的人数，来解决咱国内欠工，所以会来放定奖励标准。只要离开工课场半档以上的女性搁再找到头路，就会当来申请就业奖励金，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好，有二度就业会用个工课通做。讲啊考出来，因为蔡小姐让33档中心进入市场，2档前红晒向倒落去，处理过5个囡仔爱饲，今这重担落伫咧伊的心上。加在伊参加妇女再就业计划，帮助伊重新进入工课场。感觉家己有找到信心啦，离开职场遮久啊，还阁有法度胜任这个工课。劳动部对2023年开始推动这项计划，如今已经协助9万600名的妇女搁再就业，如今搁要扩大范围，放零适用的对象，只要离开工课场180天的妇女，无限家庭因素，只要找到头路就会当申请，也修正就业天数，对关键爱做满90天，改做上班满30天，就当领到1万块的奖励金，再就业妇女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一些国家会看到它有一个 M 字形的这样的曲线的状况，但是确实就台湾的女性的劳参率的状况，还是需要更大的力道来去支持的。劳动部表示，妇女再就业计划预算已经对115年编列3.3亿，经过修正了后，未来再就业奖励参与人数会倍数增加。若有经费不足的问题，劳动部会争取就业安定基金做补贴。计划伫4月初7就路，希望帮助台湾更较侪妇女重新进入市场，也解决国内欠工的问题。记者台选林玉凯台北报道。南投县老人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2成，是全国第3多。县政府甲50间社区的药局合作，提供送药到厝邻的服务。4年来嘛已经服务超过4000人次。这个服务嘛得到2026年智慧城市的创新应用奖。这是南投鹿谷这位穿白袍的药师，骑车骑20分钟，要去完成一个送药的任务。来，阿姨啊，咱这个药啊哈。这是南投县政府杀出的送药到厝内的服务，
因为南投县较宽，山嘛较多，偏乡的交通较无方便，老大人人口的比例直直咧增加。南投县政府发现，真正破病的是大人，因为交通无方便，会影响是大人去看医生，也是去摕药啊、食药啊意愿，所以推出送药啊到厝内的服务系统，用手机啊来当申请。送药啊甲厝的即个服务吼，会使用手机啊，都会使来申请吼。我去病院回诊，转来毋免搁去药局，我转来用伊个，我用手机啊解释过。传过以后，摆2遍，伊就拢甲送到位啊，真方便。慢性病吼，因会使固定摕药啊，我嘛更好的追踪因的用药的服务吼，安尼固定对我来讲，我嘛较好观察他因的食药啊状况什么安怎。药师嘛表示，送药去是大人厝内，除了是大人免惊即蛇以外，药师嘛当趁机会观察老大人的身体的状况。嘛当经过开讲，呼吁是大人唔通乌白食病药啊！啊，食神经的这拢是不要紧啊！但是吼，咱嘛是讲，咱食药的遐吼，嘛是讲，脚开量水吼，差不多上少吼，加量差不多半点钟。阮去遐看吼，伊个会看到伊不同院所摕药啊，甲伊做用药整合。药师讲，因会先至药局详细整理老大人药单，甲药啊一袋一袋放好，每一袋拢是对老大人的关心，嘛是服务是大人。互因安心在地养老的心意。记者杨怡秀南投报道。来看屏东东港今年头一尾蚵仔床，今仔中昼拍卖哦，前几档1公斤哦，大约拢是1万块左右，一尾上无拢爱200万哦。今年一尾是190公斤，落尾是2014000块，标出去。加300，我叫3号的啦。加300是1万控600哦。拍卖成功，主持人邀请头家上台翕相。2026屏东第一尾蚵仔床，车码伫东港鱼市场拍卖，对1公斤1000块开始起标，无3分钟就发价破万。去年的纪录是1万控300，馆长周春美随吹落去，海产店头家拍手直接加300，出价1万控600破纪录。规尾鱼仔总价200控1万4000块成交，洪村长和餐厅头家拢足欢喜。有啦，好高兴哦！现场拍那个。很高兴啊！第12摆买到这尾第一尾啦，替馆长来甲帮忙饲这囡仔，吼，互这囡仔甲这弱势的。小头家表示，头一尾卖的钱会捐予县政府，帮助弱势学生。屏东举办第一尾蚵仔床活动已经进入25档啊，是东港的年度大代志。琉球这位洪村长找伊出海，原本是要掠旗鱼，说好运去钓到蚵仔床，初5通报，初6通过鱼会鉴定，长度214公分，重量190公斤，确定算是今年头一尾，嘛是咱台湾的第一尾。那个旗鱼的钓绳比抓黑尾的钓绳要短，然后要细。结果他可以把这一尾将近200公斤的黑尾鱼拉上来，就知道我们洪船长一辈好功夫了哦。那今天这一尾黑尾鱼，不仅是我们屏东的第一尾，我也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宣布，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尾。因为东港蚵仔床的季节对4月开始，业者讲拍卖价数一开始会介悬，不过床仔数量开始增加了后，市场价数就会豆豆稳定，落伫1公斤500-600左右。爱食蚵仔床的民众爱把握机会。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受到气候影响哦，本地逐当4月初会大开的游冬花，今年是合办开花。伫花莲的南华林业文化园区，无再闹花，敢若开3成尔尔，就按算爱到初9才会大开咯。这是花莲吉安乡南华村的林宝树花莲分署南华林业文化园区，已经拿4月初园区内规片游冬花拢会开花，要么今年花况无啥好。林宝树解释讲，是受到气候影响。目前大概已经有3成的花量。那由于呢前2年呢花莲的台风呢比较大，然后把一些老的枝干都有垂落，但我们也补植了非常多的新的苗木。那今年的油桐花季呢，大概再过1个礼拜就会盛开。南华林业文化园区有7公顷，真正是放菜的所在。伫做茶作业结束了后，就规划几路条步道，而且保留早期作业的机械、火车头等工具，互民众来参观。还有一条400公尺长的游冬花步道，包括客委会选择上水的游冬花景点，4、5月真侪人会来看花。我觉得在平地就可以看到，根本不需要到山上啊。山上又不好走，又下雨，
因为他们都会同意给我们开放进来啊，很方便啊哈，非常方便，因为这边整个都盛开的时候更美啊。管理站讲，游览花被全部拢开，差不多要过1礼拜。来远古看花时阵，唔通甲车开入去步道内面，也唔通因为要翕相，一直摇树花，若无花拢会落来。记者综合报道。1989年4月17日，郑南榕争取言论自由，自焚殉道。高诉馆出关震后，台湾政治案件郑南榕案史料的记录。高诉馆的馆长陈义深是表示讲，这批新公开的史料会当看到维权时期国家机器对郑南榕还有自由时代杂志社的监控，对基本人权迫害的历史记录。1989年4月17日，郑南榕为着争取言论自由，自焚过身。行政院嘛宣布4月17日接做台湾言论自由日。拜日透早，总统罗清德出席郑南榕殉道37周年纪念会。罗总统讲，台湾的民主自由是真侪前辈牺牲贡献，甲人民共同打拼的结果。无同的世代的人，拢会当真清楚了解，台湾会当经过黑暗的专制独裁年代，到今仔日民主自由开放，并不是独裁者的想事，是千千万万的民主运动的前辈牺牲奉献，以及全台湾人民共同勇敢争取的结果。另外，国史馆嘛，甲郑南榕相关的档案整理出版做战后台湾政治案件郑南榕史料类编，记录这段历史。就是郑南榕亲自推动的3大运动，也就是大家熟知的519立社行动、228平反运动以及新国家运动，呈现了解严前后党国体制如何监控郑南榕的所有言行。国史馆嘛讲，新册拢总有5本，内容有郑南榕挑战戒严、主办3大运动到自焚的过程，毛迄当时政治单位安怎透过刷面、监控甲分化异议人士的珍贵史料。但同时也要呼吁大家，请理解，政治档案就是国家视角的内容，它可能是分化，可能是偏颇，所以它更必须参照当时的报道、辅助的资料、口述访谈等等。不过，国史馆嘛表示，过去党国体制、威权统治时期，官方监控的资料来源复杂，内容真实性建议读者都要家己斟酌。那这本册是历史留落来的记录，那台湾民主自由的路要安怎行，这是这一代家己的代志啊。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今年行政院甲5月10日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去年是合理欢迎取消了。为着要让愈侪人来理解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的重要性有民间团体就发起用音乐来串联的行动，要继续来推杀，互这日会当来争做咱国家的节日。闪灵的歌舞在武德殿当中，男主角伫咧白色恐怖时代，互独裁者夺走性命，也为伊利高女为政治受难者过一生的查某囝歌剧化所创作的优雅的故事。回忆越来越模糊，害怕让记忆沉默，人们不愿多说。其实，这20年来，台湾有较侪以台湾塑造主体的音乐创作，有民团要招有相同理念的音乐人甲店家，同齐来参与倒数记忆音乐串联行动，要透过音乐，让愈侪人了解白色恐怖这段历史。关于228或者是白色恐怖，其实我们是在历史课本是没有学到的，那都是我们长大以后才学到的。透过我们这样的行动，然后让孩子更年轻的人，然后他们可以知道台湾不只是228，还有更多的那个台湾的历史。发起音乐串联行动的高宽敏基金会表示，因唔是要办音乐会，是要招音乐创作者伫咧每一场演出的时，拢通向歌迷建立历史感，也有对白色恐怖的认捌。嘛，毋望透过安尼形成社会共识，让519白色恐怖记忆日通正做国家的节日。音乐的串联的行动其实伫每一场的这个表演的这个场合内底，遮的乐手、遮的这个乐团因会透过邀请歌迷用写批的方式，要求因拜托因较紧的来恢复到伫制度面顶恢复到这个519白色恐怖记忆日。
今年行政院甲5月19正式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不过去年立法院通过的纪念日甲祭日实施条例煞甲提掉。基金会表示会继续拍拼，互愈侪人认同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的必要性，愈知影珍惜民主甲自由。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下晡半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